全意来敬拜你，愿将今仔日的祈祷的时间、甲敬拜时间完全交托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咱三甲来吟这条诗歌，永远尊贵，咱永远的尊贵的上帝。 用伊的话语来帮助咱，咱做伙来看诗篇第5章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7节，咱做伙来念。耶和华，求你耳耳康听我的话，监察我的心思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耳落我求的声，因为我你祈祷。耶和华，早起时你要听我的声。 早起时，我要对你摆列我的心意，高警醒，因为你不是欢喜罪恶的上帝，害人袂得通甲你同徛起，论到我，要凭你丰盛的慈爱入你的厝，我要存敬畏的心，你的圣殿来敬拜。感谢主用伊的话来帮助咱，互咱知影咱真做伊的百姓。 咱来常常祈祷，常常来伊求，伊会听咱耳康听咱的祈求，但是伊嘛爱咱明白伊的心意，常常做一个伊欢喜的囝儿，所得咱行伫上帝欢喜的路，咱会当凭着伊丰盛的慈爱进入伊的厝。感谢主，互咱会当凭伊丰盛的慈爱进入厝。 下面我要请咱大家来，咱读遐经节的时阵，咱嘛有一寡警醒，嘛有一寡帮助。咱要先伫有几项来思考，咱伫谦卑伫主的面前来认罪。当咱讲主啊，赦免我的罪，咱有时无保守家己的喙齿，讲对别人无帮助的话，伤害别人的话。当咱讲主啊，我听你，却甲别人无和谐关系，无愿意赦免人的过失。 当咱咧讲主啊赐我信心，却常常怀疑上帝的同在，这嘛是一款罪，嘛是一款上帝所无欢喜的罪。所以基督徒、信徒啊，咱都要警醒，要小心，要活伫上帝的真理甲欢喜内面。下面咱做伙来为着家己祈祷，有几项为着咱家己的罪，甲咱属灵的生命成长来祈祷，为着咱家己生命中各种。 的需要，身体健康，咱的工作、教会服侍，特别是家庭的和谐，厝内面的平安、健康、经济稳定，咱拢献上祈祷。特别咱伫主的面前认咱的罪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来永远所稳捌的罪，阮毋知影的罪，
主赦免阮常常做主你无欢喜的事，但是阮主啊，阮愿意伫你的面前求主来帮助阮，互阮愿意来谦卑，愿意甲人有好下的关系，做阮所行所做，互主你来欢喜。主啊，阮也恳求你祝福阮个人的性命，互阮会当活伫主你的真理内面，互阮会当常常甲主有亲的连结。主啊，祝福阮的家庭，祝福阮的个人的需要，阮的健康拢交托你的手。愿主成就阮的祈祷，赦免阮的罪，帮助阮伫主的内面活出主你的丰盛、甘肃、甲祝福。阮安尼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所以咱来为着咱教会肢体来献上祈祷，为被听痛的肢体，为着待业、经济困难的兄弟，甲因的家庭来祈祷，为着咱教会长辈来祝福，为咱的教会每一个家庭，坐伫你边仔的家庭来祝福因。今仔个是双年主日，咱嘛特别为咱的双年来这兄弟姊妹祈祷，咱这4项做伙开喙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你是医治阮的主，你是手术平安的主。主啊，阮要将伫花白中的兄弟姊妹肢体献上祈祷，求主你的平安甲因所在甲福德。主啊，医治的灵来进入因的心、因的家庭，特别喺陪伴的厝内面的人。主啊，求你伫内面做医治的工，保守扶持因，互因常常因的甲主，因的主的三角地带，互因的心无搁惊吓，互因的心得到平安，得到快乐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主啊，就帮阮教会长辈，然后生活内面主的同在，主啊，祝福阮每一个家庭，平平受主你的看顾甲保守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。咱这日第3个祈祷。下面的祈祷，咱来为着咱所听的台湾来献上祈祷，为咱所徛起的城市，为着咱的环境的平安来祈祷。咱知影最近咱伫新闻常常看到足侪灾难，伫全世界，就是咱所徛起的环境内面，咱特别嘛继续为着花莲光复乡遐灾害修复的道路献上祈祷，这是拢无简单的代志。但是当咱献上祈祷的时阵，上帝就伫遐做工，上帝差派天使伫遐做工。那么为着咱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海关系平安，又为着主的福音伫台湾世界来传播，献上祈祷。咱三角开嘴来献上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掌管一切的主，哈利路亚！是阮所徛起的城市，你来祝福阮徛起的城市，互阮所徛起的环境拢得到平安。主啊，阮的城市是你所祝福的，阮宣告阮的城市是你所祝福的。恳求你祝福阮所徛起的所在，互阮的环境变迁的时阵悠远无惊吓。主啊，特别祝福伫花莲一个所在，一个防灾关系。主啊，这修复的路径。时阵，我相信伊会遇到上好的帮衬。主啊，因为祝福台湾在国际地位也是台海关系顶面，主啊，保护阮的国家，保护阮的百姓免受灾害。主，我嘛将林捌你福音的目睭大大拍开，互阮心爱的人，互阮的厝边，是阮的朋友，拢来归向你，这是阮心所盼望的。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接着，咱要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。咱的教会要进入50许年，咱为安尼来献上感恩甲祈祷。感谢主带领咱教会49年，刷接要有50许年的进入。但是咱爱搁较济为着咱的祈祷，教会祈祷，帮助咱的长职、咱的牧者长职、咱的区长、小组长同心合意，为着咱的教会来打拼。特别咱为着咱的牧者、长职、区长、小组长、团队首长，互因的灵命、形成身体健壮。为着咱即马牧区小组来进行的逐项福音的活动，也是行销小组来祈祷，信互咱信徒每一人拢愿意互主使用，热心投入伫教会每一个事工内面，咱做伙开喙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带阮的教会
进入50许年，这是上帝给阮的祝福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继续带领阮的教会进入更较丰盛的50许年，给阮的教会成做一个祝福人的教会，给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光台，照光一个社区每一个所在，福音会当传递每一个所在。主，恳求你赐福保守阮的牧者、长职、组长、小组长、团队的首长，拢有健康的身心灵、健康的身体来服侍阮的教会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的大牧者，是阮教会头，阮所挖去的，就祝福阮教会所做的一切，事工一尽兴盛，蒙主你祝福。那你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。为着咱今仔日2顿的礼拜来祈祷，第一项为着今仔是詹姆斯讲道，咱为着伊所讲伊讲道伊所讲的，拢会诚出咱的帮赞为着咱上年长辈，因今仔日有献诗有服侍，哇，因今仔足水的吼，愿上帝使用因年老的性命，又愿会当用声音，用因个人每一个服侍来荣耀主。咱嘛为因来祈祷，互因今仔服侍，诚做芳芳的祭献互主。咱为着咱的会友，伫礼拜中间有谦卑领受的心，搁咱每一个团队有合一的服侍伫内面献上祈祷。为着咱即马进行的主日学，也是查经班，咱拢献上祈祷，求主来掌管咱今仔日所有的服侍，咱开始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祝福阮今仔日的聚会，能得到主看顾。心意敬拜内面，主啊，祝福詹姆斯今仔所讨办的，实在是合伫主你的启示甲心意，希望每一个人会当谦卑来领受主你所爱教示阮的。主啊，阮互阮谦卑的心、顺服的心，伫圣经话语内面知影主你爱阮所行所做的。主啊，阮每一个人的服侍拢有合一的服侍，是主啊，每一个服侍拢。因带内面，愿用喜乐的心，用顺服的心，服侍教会每一个角落。自从主日学将阮的查经班，每一个服侍者也是带领者，拢换交托伫你的手。愿咱的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咱起立，咱做伙来用一段来宣告，咱甲咱的正手举起来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阮的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家，一热心传播真理的教会，是活出基督听的健康教会，是信徒积极传福音的教会，是信徒愿意为心的教会，是信徒彼此相听、彼此接待的教会。是信徒代代兴起、复兴、丰盛的教会，伊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的主是永远尊贵的主，永远尊贵的主，咱继续来敬拜。耶稣，真心有个让比所有的快乐，一定得万人宣扬，你是弥赛亚，我尊重你，我尊重你，尊重你名。
就是永远尊贵的主，伊就是掌管咱生命的主，对不对？若是大声来敬拜，咱的主是帮助咱的主。注意，耶和华已经掌管。主耶和华，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的心要我靠。咱的长辈若是徛了无爽快，会当坐落来不要紧。我靠你的龙门行，听候你的水就开来。我归主题，你的荣耀我归全地，你统管万物，你对你的棒，万国万民拢敬拜你。你是行起了心事的事，你无有难成的事。我心的坚定，我心的恶人，耶和华主你掌管。是耶和华掌管，伊掌管咱的家庭，掌管伫咱的生命内面。大声来敬拜，耶和华已经掌管。主耶和华，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的心要我靠你。你若我靠你的龙门行，听候你的地就开来。主耶和华，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的心要我靠你。你若我靠你的龙门行，听候你的地就开来。万你的眼光我对主题，你的荣耀我归全地。你统管万物，你对你的棒，万国万民拢敬拜你。你是行起了心事的事，你无有难成的事。我心的坚定，我心的恶人，耶和华主你掌管。
心圣诗第9首，万有三角自集欢喜。